虽然讲即马是网络新时代，民众常常当着讲，伫咧线顶有各种所谓性别暴力，亲像是研究家来翕相、恶意搜查个人资料等等的摆台，有真侪行为目前还阁无法律通好来处罚，造成真侪受害者也困扰甲创伤。虽然行政院伫顶个月有公布所谓网络性别暴力10种类型，不过民间团体却认为讲分类犹原无够幼。今仔日立下各党派女性委员呼吁政府就要赶紧做出修正。 手机收到色情的图片，也是伫网络受到恶意追踪、高刷所谓性别暴力的形态愈来愈多。11的时阵，8位无共党派立委甲民间团体做伙呼吁行政院，就要提出具体的政策。尤其民团调查，因为私密的影片流出去，感觉困扰的受害者上多。民众真的觉得伤痛，还是以性私密影像外流为居多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叫做仇恨 言论，现在台湾并没有任何的法则可以去规范。所谓女立联名表示，目前的法律敢若针对伤害到个人的行为，有诽谤罪等等的法律会当处罚，并无针对伤害性别族群来做规范。而且2月初，行政院公布的网络性别暴力 10大类型分类无够幼，所以提出另外的版本，分做5大类型21个项目，亲像性私密相片也是影片，防乌白乱用、性别隐私的侵害等等，互外界来参考。立委嘛无分党派，针对私密外流影响的防制条例，提出13种版本的草案，呼吁行政院会使赶紧通过相关的立法。过去的性骚扰、性侵害就会演进到今天我们说的数位的性别暴力，所以定义上需要与时俱进。很多这些私密影像在网络流传之后，想要让它消失都没有办法消失。真侪立委嘛希望透过伫网络，卖起点、卖传送、卖下载，提起民众正确观念。针对记者会诉求，行政院性别平等会是回应。 10大类的公布是参考欧盟等等的规范，未来会阁照外界需求做修正。记者陈雅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